喺香港，塑膠廢料問題越嚟越嚴重，每年累積有幾百萬噸塑膠被丟棄之後，好多都冇好好處理，唔單止霸住堆填區位，仲長期破壞生態環境，直接影響市民生活質素同健康。為咗扭轉呢個局面，六環 EcoHope 喺本地設有大型自家回收工場，引入先進設備同嚴謹嘅塑膠廢料處理技術，由收集、分類、清洗到再造，一條龍搞掂。將回收翻嚟嘅膠變成可以再用嘅高值材料，實踐 Cradle to Cradle 循環理念，推動香港綠色經濟發展。同一時間，我哋都積極同各大機構同社區單位合作，透過講座、工作坊同唔同類型嘅教育資源，提升市民對可回收塑膠嘅認識同分類技巧，喺源頭加強環保意識，等更多優質嘅可回收膠可以重新入翻循環系統。而家市民只需要跟住3個好簡單嘅步驟，就可以輕鬆參與回收再造。首先，收集1號塑膠，即係膠樽類，放入6環專用回收袋。之後打開 EcoHope App，揀翻適合時間預約上門回收服務。我哋會有專人按照預約時間上門收取膠廢料，再送去6環回收工場做專業處理同升級再造。由今日開始，等每一個交到6環手上嘅膠樽都唔再直送堆填區，係展開一段升級再造嘅新旅程，為香港打造一個更乾淨、更有韌性嘅循環未來。